中国昨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内容讲到绝对无承诺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有学者就指出讲，这届白皮书的内容显示对台打击范围扩大，力头嘛增强，手段嘛增加。也毋过，咱国陆委会是认为白皮书的内容无啥物新的讲法，因的政策一向拢差无偌济。中国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专门差不多22000字内面，有真侪所在拢讲到台湾。除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嘛强调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的干涉，依法打击台独的蛮皮分子，争取和平统一，绝对袂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个基本上都照本宣科了，没什么新意的。没有特别新的地方了我想他势必要这样讲因为要对国内的一些的鹰派对他有个交代。中国的文攻武吓，尤其是武吓的部分，包括军机绕台，包括这个军舰绕台，其实都是扎扎实实摆明在眼前。学者观察，中国第一这摆白皮书的核心项目内面，各种打击台独的手段，显示中国对武力扩张到非和平手段，譬如讲大规模的渔船骚扰、围台演习等等。若是打击范围扩大，力度增强，手段嘛变多。除了原来的武力手段之外，它其实在这里面又提到了更多所谓的非和平手段的进行。根据陆委会上新精细报告指出，讲中国伫台海议题顶悬向有关国家提出交涉，想要来顾国际一中的格局。不过新发布的白皮书讲到的相关内容，在过去的文件都捌出现过。总体来讲，并无新的讲法。昨天发表的白皮书是把中共近年来发表的各项文件做一个汇总所以并没有提出新的概念，看起来还是一个持续性的政策。陆委会嘛讲到，中国伫两岸的交流顶悬，为了因应关税战，想要诱台商台企过来帮助台企转型升级。福建嘛发布落实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对台措施，促进闽台服务业的合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